年这段嘞，对怎么俺的钱掉了，工作酒吧跑过上了呢，酒吧租借掉了，但对怎么丢马大呀？不过爹说，读的长得挺好的，白白净净的，老阿不的，老阿姐，龙不老那姐，白白净净的一个，而且比我小5岁，俺俩老爱给穷啊。俺俩老爱给穷啊！俺当时看着我嘴也强把来说，我嘴的那强把来说没，俺呢，俺都是紧张的，吃个抓起来呢。那是，对怎么可能没现在这么胖吧？这是俺家的，微信讲这边是，我这里那边呢，不看大把的强把说啥这边，有什么不的我的生意呢？这大把。这是没听见他对吧？你们就只是来没找工作。卡了吗，家人们？刚刚谈的卡送哎，是不是刚刚卡了呀？卡了噻？大可多哎，现在卡吗？不卡啥，有，对怎么，快对吧？这是吃不着，对吧？你们就是说不听见我最近那来没着，大把的兄弟那东个，俺们来的个，阿家是给这，说的是多，俺们对怎么来？这个专业了去。确实，俺俩老俺俩穷多，俺谈过想法，现在的没得没，毕竟没我就来老穷的了。可能的是，考了啥子？俺家个类型上这是干不有事，俺大家都是专业的意思，俺是专业的意思，来不过对怎么办？你的今天我有了问题，看我妈的啥，我就喜欢姐姐类型的啥，你不用特别累，我会照顾你的啥。有来呗，你3年的了，你对外不要说是男女朋友，可不可以是了吧？可他你问的那边，因为他比我真的小太多呀，对怎么办？只有兄弟的忙不着了，光最对的吧，那么凶，那但没给我死了，你问的人吧，你不要在外人面前说是我的男朋友了，有啥？这谈呗呢，老穷是多，俺们体力也是多，给这么的。当时我是26岁，快21岁了，快21岁了吧？俺那边小个呢，才快把要是贵，不都的东个你们多钱，都把别的个了，你快是哪里伢子的，哪里呀？快点要嘛的，工作对怎么快呀？看不要嘛的，你快哪里伢子的吧没？广大他可能老主对怎么没土了没？是你们给的小白不都我对吧？你们都懂个钱，看了做人过看了你们都是，没是你们给啥土嘛的？广大第几节？你们这过没那是多？看到年的人吧，他看来看就老清楚的，就拉起来看不了呗。过有看啥？阿家让俺有这啥意思？感觉阿家让给俺有这意思。俺啥子名分啥子关有事的怎么？当时可以升级过来就完了，大对怎么过？大就完了对怎么？我不看些就大把的参据等于就是我这个来的呢，我这个没说这个对了，既然从我那让家干预呗，干咩吧？既然是哪里不要了，阿姐要了。既然是阿家里要进嘛的，一年个阿家的每次去你们都钓鱼，阿家搞狗鱼，是我有面，真的，可的年人差的，可确实他被家在钓我鱼是可别，你们都家在钓我鱼是的呗，说个呀拉呢，这边除了去那里视频聊天，这的俺得注意的，陪注意的，这个注意的，可宝贝个先那个桥嘞。
可拉嘞除了对吧轻松，俺得嘞皮个嘞，我一点都不喜欢粘人的那个东西。体力怎么个好法子？先拿多大？所以逻辑不大，逻辑你找不着菜味，那光记记你这个嘛了，光俺主人的给你会苦穷多。你们做了嘛，都不要说噻。喜不喜欢喝拿人家可叫的给，你不呗？俺是我有问讲我一工作。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司机。看嘛，56个算多嘛噻？他的广大的是大概，他每天晚上的，每天晚上5、6个最牛逼 class 的过去，看着广大的现在截图多哎，干嘛了干？上次看把这都几趟就跟人家了，没让我才抓起，说的跑不了几个去。多的不要说，许多千万给年些对看嘛年大大的，现在没有男朋友，那叫你吃得消吗？吃得不消呀，吃不消这些，现在有病，太猛了。老群就给进的菜们都说是他找啥的，我那给钱不修这下，说是他找啥的，你凭的要修这下，但老也来是来了，不老群就什么的啊，的情多，第一个讲一下噻，第一个讲都不用讲你得开年过嘛的，那正常的恋爱的，这第看的年呀都去了，我们两个算是正常的恋爱关系，第一任也是他可能每个人给初恋噻的记忆嘛的没忘记，初恋应该大家都是比较难忘的吧，我也是特别难忘，现在都忘不了，我感觉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吧，真的，你感觉是我的吧，就算考了才chance给你了。我姐们都真的，有时候我你去过的地方的，一起吃过的饭，或者分解俺山东旅游，俺记住我几亲笔，青岛有吧？青岛了，你们青岛旅游的你们都住着，对怎么可以被全部给神那个去了，或者分拆解俺记住我几青岛几亲笔，真的太怀念了。家族回来看大家拍movie，是的怎么？发誓，现在也忘不了。就算我后面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如他，过不谈个谁呢都不如他，可他多个答应不的，懂吗？不要吹了噻，真的呀，真的。你妈工作俺去了足些截图嘛的，刚过了到过来为啥要分噻？因为那时候我年轻啊，毕业前才是吧的，然后的话也不想结婚，可能拿那chance给别催给几个月不知道的话，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女的直接谈了1个月左右就分手了，那个结婚了。他们2个结婚了，吹上天了噻！给开的亲牛妹的，没个亲牛妹谁买的给？过年肚子来给开的给牛呗？过，绷住你。第一任好好讲一下噻，不讲了再不讲了，因为有特征的就很容易认出来是他，知道吗？我怕他的老婆听到了会伤心，不太好。这样不太好，因为人家毕竟现在过日子呢，是吧？你错给这对对的吧？什么特征噻？那身高呀、体重呀，他一点都没变。我前2天还看了他的作品。这种谁不会吹的有模有样噻？对，就是吹的，吹那么吹那，给他找家过来对的，绷住你，一辈子没被爱过的玩意给，多你吧。
主播讲个故事，不讲了啊，不讲了。来卖会货吧的嘞，这来就是中医。今晚故事已经讲完了，讲了好多了，给你们卖会货，我就睡觉了。呀，枸杞原浆过年用的可多我呢拍耍。我没事的，第7任对你更好噻。第7任的没抱什么希望，只要他性功能正常就行了，然后人好就行了。然后这枸杞原浆牛年我得挂下的。캐미아오 맹교 두세 두두 기능 맹교 착부시라 라무도 니제 비주동야 갑데 두세 오야 ngaran cha to cha karbu de zuche dine gonda ni mogubche你没给你做自情的直接去拍遇到的这人估计马上要散架噻我也会找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呀罗群居成一点多钱不给进的成一点多知道吗呀，枸杞原浆工作需要用的直接小黄车那里拍耍 ，Camel 每个都从俺让 Cam 定的呀，算过的。推最贵人每个差不多那么多年都是推最贵人去差不多钱。我呀，东多两个人做的有吧？比主动呀，搞不就是清白呀，送给切多去。今天俺让做差些多差，搞不就是差些苦酒钱牛去。今天俺让做的有吧？广大你们估计你没给你做这钱收入比是的有吧？我做这个了工作。今天特地开始备用起的有吧？切下送这个了，现在还在是说呢，看些比主动他妈天熬夜去打把的是我都得的人的有吧？可是打过的洗掉了，还给我送来的。第3把切下送打过的3笔还给我的。退休者老头他死了。他在一起做直接下单，可多原单一，最好去拍那个你给他选个多，我的拍的效果更好。我让做差些多的差看不见个的准备下下说呢，给的可这里给的你说那选个的黑枸杞的牛我让做差些苦酒的的呀偏不行了的。差多不大，差看不见个的，今天糖尿病痛风患者，连马拍不起这。MJ 给这些拍耍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不想聊了，我卖火货，但看着给这里鬼火的，没一个好人，真的，没一个好人。神秘的漩涡，一个瓶子能出效果吗？是，这个说不定啊，因为肯定说的是说呢，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没干过了熟了啊的还过说，瓶子几个特性嘛的，但是一个疗程肯定有效果。现在还的是说呢，让每天个作息规律的还过嘛的。让能就大把的比如都他妈天熬夜去看差不多的些，俺多多嘞，的立住脚呀什么的，隔壁有吧吃下说呢，那你的身体是非常虚的，效果出要老啊的，而且再给你们解释一下，第咱们马达工作这个不是什么咱们马达，第咱啊让做属定的呀虽然的，咱们说的古语呢，你们去拍那个啊，看啥？我就准备做一个他的拉菲色的女说啊，老乡你是我们村的骄傲噻，但给估计我骄傲噻，那看是呀，骄傲噻是这是行呢，枸杞原浆好东西噻，真的发誓。第那了好评给你的，就是讲了俺牛没，但是人的错啊习惯的，所有个症状，你先个人的药吧，吃下说呢。可以去拍，很少喝酒，偶尔喝酒噻。喝酒的话没关系，喝不喝酒都没关系，都可以喝，男女老少都可以喝啊。我觉得不会都要有补充酒的，现在还得说新这课对啊得酒家呀，这哪啥的都怎么的，酒家呀到了，酒站不站个这哪的的。配料表呢，枸杞原浆么出题不接这样嘛的，还给我说哎，怎么喝噻？可都是看这些炖大的。效果特别好噻，感谢好评。我让做可多看这些炖大的
新这块的饮料的杂的，看那课题给的起码的，但卡了自己的卡不有的，好过送哎，卡不有的嘛，学现在的都卡不的有嘛的，知道了吗？我那就看没有每个就是，但是这会儿使用的是真的，我站不起来有用吗？啥？他看着站不起来的，我立个超那天的蛮牛给，不抽烟噻。那你生活作息挺好的呀，生活作息挺好的呀，那可以那个，可以，效果出的更快，好过算。立个超那天的蛮牛给，같이念吧，立个超那天念呢，几在就，这那地主没呗。我수구 정전 레 튼두 좀 받다 캡도 이나 소스다 더리케스 고자게 가르치창지도食疗养生的养生啥的做么是没啥呀啥的做没啥的啥吧其实是要3分都是好贵呗立住给别个其他的做别就开始啥咱们上的谁呢逻辑别就的逻辑别就逻什么对吧来对怎么开始立过我呢出来做的技术哪路激素给打打的？关注你很久了，我也这早上喝还是晚上喝啥？早晚说给妈妈的动，光大哪个动啊？呀，明天看啥了你？我立不出来的你有时间，动嘛的，立不出来的这看了心子了，谁怕的？基本上这对，我228只剩最后6单了，我让做看没有每个的吧，看没有每个就是看定的呀，所以我的工作。俺的那我让做差不多那么多年前，我也投资个人个是每个钱，我也我让做确实几之前的嘛，感觉这么多年的有吧？第二看嘛的，说明什么？看了弱精的，看了数学才报的，还告诉我。每顿家里大家确实几之前都有那嘞，这不是什么好事，说实话。看来的那弱精钱的，我最低也低钱我嘞，经济也不用我嘞，还告诉我。俺很多人俺让做投资个人的炒作嘞，今天俺让做我也，比如东亚改变人家就是亲爸也送过去的，亲不是那个说的是送干啥喂，还告诉我。俺今天俺让做得有吧，但是택시 top 10주다 차 가부 겹지 운전돼 봐. 뒤도 택시 고교제 누비체. 권다 니 먹고제 니메기 니저 즈즈데년데 봐. 我就是你可要辅助作用직체. 수고야 쇼간지 맹교제. 我也多加你在자다가 알아. 오로 에리스 년데 봐. 我的주스란데.第七类工作是我属于给我的，还我送哎，俺的那个人得的开始备孕期间的吧，备孕期间我呀，俺不顾你住个时间的吧，我的最顺然的一把这些送这个过来的，人不过嘛的，大把的比如动他妈天熬夜去立住的就给这别的搞，看了心里心在干个事，看吃啥来的前头嘛，也没那么啥水，也没就是出不来，吞头嘛的，也开嘛的，说明什么？身体非常虚才这被米个速度啊，这都我讲差的年代多过，黑眼圈啪子可能的年代，所以的虚才被给我的，还我说哎，第最顺然的嘛，恰恰说给他不经济的，不经生个说的是说经济啊，啥被给我的说，但还我说哎，心这果然的，我就资质齐全个这样一个东西，我呀，今天晚上228只剩最后6单了，刷新去拍啊，刷新去拍，单子股对你给你3变钱就单子股对给出来那么说但택시 토보다 차 가르부터 죽게 니3变钱就第8说啊黑狗气的今天俺是糖尿病的痛风患者的月吧恰恰顺第7啊工作姐也给这提说啊到底有用不是今天嘛的好评跟你的做对的兄弟没有买过好评要喝多久噻？到底做手术说的就是你的食疗的速度啊，让你们就生活作息好的话，让一瓶就见效。当然，大概的是对吧？立住了，也在得用可立慢慢补起来。一个疗程给苏个样，立不加快了嘛，所以呢嘞，苏个样养个先拿个车的，苏个属于个，大概的是看来看嘛的你多，我等的车的，效果真稀好，我只剩下2个瓶子了噻，感谢，
你给你3件钱就最后6单，你们去拍吧，去拍吧，亲爱的们，感谢啊，感谢你们的好评，枸杞原浆好东西噻，但不的，我们的干个那个东西，黑枸杞怎么拍呀噻？黑枸杞大都是拍的，大得贴个 save 什么多哎，贴个 save 的个书。第数的也得，第个的书，第干的也得，红的，我送不得的黑色的，效果228好噻，这种啊，工作真的我不是吹的哦，人家都说呀，这边效果你给你3件钱个顶级过嘞，工作，他们去下播睡觉，后面有鬼噻，心都get动这呀，没戏一定噻，好的知道了噻，这张啊，然后高学唱戏top的唱卡不没为说去拍那个228的，去拍那个228的，其他唱戏top的唱卡不远远的，把这下说呢，按第期数给的你3件钱个黑狗期多，我的拍数效果真的很好噻，感谢好评，感谢下单。我们228的只剩最后5单了，但这个对我来他们说工作，看他做你看了先个1毛钱的，你们可以去问百度和豆包啊。他顶上看吧，那百度的豆包是切上了药的吧？不是146那个啥，肯定是有，黑枸杞是100，就是最下面那个。有一个运费啊，有一点运费，你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东西的话，你得箱子得钱拿落了，其他做得瓶装跟得雇佣过的，我这些都是喝完了的，俺来动啥下，228最后4单连他们说或者有需要的自己去拍啊。KMIA我们觉得 KMIA 定的使用过的工作，好好说哎，俺那俺做推最贵的我们觉差不起来那么多年的，那么就立住给别改变觉得去拍，所以啊定的不用被买菜，俺推最贵的去差住的，好好说哎，今天比如东亚改变觉得清白呀送掉去多的，我呀差些多差卡不得做俺差苦久钱纽约的，好好说哎。我的妈呀，上次老公给我买了枸杞噻，真的很有用噻，这次准备又下单了噻，点那个的对起，点呐，没说老婆的评价得给的，去拍吧，真的不会踩雷的，看他说我呢，说怕调养切说呢。对你的那个老婆感情也要注意，看他夫妻感情，看他把你不烂土那么多钱对吧？吃下说呢，那我的阿姐看他也是来请嘛，但好过说哎，看不起你，拿钱不嘛来吃吧，可是我的话要把黑色好还是红色好噻？让唱戏的，可是让炒的你一把吃下，今天炒头的炒卡不美用的，一把吃下是呢，那你拍那个妈妈的，让炒的你的妈妈拍一拍了，明天可以发，对，明天发货，生意来是那雇佣过的。前面我们就去拍吧，不理我们就去拍，开玩笑的啊，对好评给你或者我从来没有买过什么好评你回来没多工作，大的嘛，不，我看来知道当然。